上帝是阮得闪的所在甲气力，也是患难中及时的帮衬。所以地虽然变迁，山虽然摇动到海中，其中的水虽然缓缓好野影，山虽然因为海中摇掣，阮也无惊。兄弟大家平安。请三甲来吟诗学乐上帝。圣诗第58首，天下万国众人着听，天下万国众人着听，请起立吟全首。咱同心来祈祷，创造宇宙万物、至悬至大的天父上帝，感谢你一礼拜久的保守带领，互阮拢得到平安。今早起，阮正受阮的囝儿来到你的圣殿，要用谦卑的心、诚实的灵来敬拜你。因为阮知伫你的恩典内面，阮的日子过了真满足。靠着你的话语来生活，互阮的心灵得到平安。圣灵啊，大圣我要你来悔改认罪。阮本是罪人，搁活伫罪恶当中。虽望阮是你流宝血所当家赎回的，本应该是行公义、好人民、心存谦卑，通会当影响别人的基督徒的身份。也毋过，阮却无法度拒绝世界诱惑甲内心的贪婪，也无法度用有智慧来分别即个充满虚假、欺骗的世代。阮甘心，互社会错误的价值观拖咧走，迷失伫是非当中。阮其实是甲歹的距离是遐尔啊接近。当阮承认阮的罪行的时，阮知主耶稣会怜悯阮的软弱，赦免阮的罪过。
互阮重新得到刚强壮胆。因为你讲有我的恩典，你就够额；因为我的气力是人的软弱来成。主啊，阮要为着集体当中有人丧失亲人、忧伤痛苦，求你亲自安慰；有人身体欠安，无度来到阮中间做伙敬拜兄姐，特别是搁较侪写伫大道卡当中的遐亲友。主啊，互因无论身躯还是心灵的痛痛，拢会当体验主的大能力，的确会赢过一切。也互背后彼此真实伫大道的遮个人会当得到见证甲鼓励。因为你讲，世上虽然有苦难，但是伫我内面有平安。今早起，等伟立传道师来到阮中间，愿你祝福伊伫安养中心的服侍。但是伊要分享你的话语，也求你亲自抹油伫伊的喙，互伊当正确来传讲你的真理。也愿你拍开阮的心门，安静阮的心思，互阮会当领受你真理活命的话。愿阮的敬拜会当成做芳芳的祭，献到你面前，互你欢喜。愿知阮所想所讲拢无够完全，只是阮若要学习主所教示的祈祷文，坐写祈祷讲。愿伫天灵的咱继续用启应的方式来读上帝的话。启应文第25篇，圣诗后壁面第39页。启应文第25篇，我来启，请大家来应。我要举目望山，我的帮赞是对耶和华来。伊无要互你的脚摇掣，保守你的是耶和华。即时太阳无伤你，耶和华要保守你免受一切的灾害。日出日入，耶和华要保守你。咱煞接阁继续吟诗来学了上帝。圣诗第347首，有时咱经过美丽清净河间。圣诗第347首，有时咱经过美丽清净河间，请起立来吟全首。
先歌队要带咱做伙来俄勒上帝。要所吟所吟的诗是俄勒的百姓快乐吟讲。感谢献歌队用水的歌声，带咱做来吟诗俄勒上帝，愿一切荣光拢归乎至大的上帝。咱来读上帝的话，伊在圣经约书亚记第4章第1节到第7节，现代中文译本第252页，台语汉语本第233页。约书亚记第4章第1节到第7节，我要用台语汉语本来读。全国的百姓拢过了约旦河以后，上主对约书亚讲：“你要对百姓中选出12个人，每支族一人，吩咐因到约旦河中，祭司脚徛的所在，取12块石头带过去，放伫恁金棉扎营的所在。”就安尼，约书亚调集伊所选出的12人，吩咐因领到约旦河岭，行到上主恁上帝的约柜头前，每一个人对河底取一块石头，架伫家己的肩胛头，每一块石头代表一个以色列的支族。另外，恁爱塔这的石头做纪念碑，将来恁的子孙问起恁，这个石头是伫纪念啥物？恁爱答因讲，上主的约柜过约旦河的时，河水停止流动。这个石头要永远互以色列人纪念伫遮所发生的事。愿上帝话成做咱的帮赞。今早起，陈伟立传道书要传讲信息，伊今仔所讲的题目是约旦河岭的石头，稳定的记号，请咱致意来领受。
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一开始进前，咱来祈祷。感谢主，阮的上帝，阮知影你是上听阮的主。无论是倒位的处境，无论是阮所做有遮的困难，主啊，你犹原你的听，拢伫阮的心中显明。这是阮将阮家己仰慕伫上帝你的圣手，将阮家己的心灵安静伫你的内面，有圣心踮伫阮逐人的心。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的名，阿门。兄弟姊妹，毋知咱教会有3代同堂、3代同堂的会友，请举手，互我看卖影。就是你的爸爸、阿公，你只要有3代带做伙，3代，哇，应该袂少吧？吼！你若愈年长的，你的子子孙孙，安尼应该是有，大概拢有。其实3代的亲人会当带做伙，我相信这是上帝予咱的恩赐、的祝福、福分。会记得我细汉的时，每一届过农历新年，我的妈妈总是会带阮返去后头厝，然后伫外妈因兜过2暝。过年的时，阿姨因全部拢返来团圆。迄段日子是我甲我的外公外妈相处斗阵，是我非常印象非常深刻的时阵。外公会带阮去伊的田林踅踅，阮这都市囡仔，若看到田林有牛有白龙丝，哦，就足欢喜足好奇的咧叫啊，有牛诶，有白鹭鸶诶，这是咱都市囡仔即马拢无咧看到的这动物吼，真深刻。外公嘛佫带阮去附近的柑仔店，去遐买脆食物仔。暗时到啊，阮一家伙仔聚集，阿姨妈妈因伫咧厨房斗相共来准备暗顿。虽然我的外妈已经过身几年啊，但是伊煮的菜是一直是我上怀念的滋味。后来因为经济需要，外妈将伊迄间古厝三合院这间古厝甲卖掉，另外伫一个附近买一栋现代的厝。不过这间现代的厝的设计并无适合年长，无适合行动无方便的我的外妈来住。尤其是咧爬落楼梯的时阵，伊真细腻。咱知影，咱台湾的人口年龄愈来愈老化。现在即马政府一直咧推动长照2.0，还佫有社区老人关怀据点，真多。这对老人、对年长的照顾，是为着要互这长者有较好的生活的环境。所以现在也是未来，咱所住的环境必须要考虑到长者、这年长的舒适佮有方便性。现在有一种全龄通用设计宅的厝，全龄通用设计宅这种厝是用3代同堂的概念去设计出来的，就是互家庭成做一个对出世到老，对出世的婴仔到99岁的长者，会当住伫舒适、住伫安心的居家环境。这是一个符合未来建筑的理想，会当满足人性也是生活方面的需要。兄弟姊妹，其实咱的信仰，嘛会需要共同来起造3代同堂的传承，因为基督耶稣会当满足咱每一个人灵性方面的需要，也毋是咧。耶稣基督可以满足我们每一个人灵性上面的需要。今仔日这段经文的故事的背景是伫以色列百姓已经出埃及了后，伫旷野磨练40年久，所有20岁以上的以色列人拢死伫旷野。
摩西嘛无伫个啊，留落来就是咱即马所看到的第二代的百姓，第二代的百姓。约书亚正要带因过约旦河，几十万的百姓就伫约旦河的东边来等待，准备要进入迦南地。但是眼前有一个问题，必须要先解决。什么问题？要安怎来过河啊？咱知影以色列当中有妇人人、有囡仔、有老人，还有动物，佮一大堆行李，收过去绝对无可能。所以这是一个棘手的问题，棘手的问题。这条约旦河阻断了上帝要应允予百姓的迦南地，阻断啊！因看会到，但是无法度踏入迄个地。以色列人的脚步才停伫遮。咱阁看到这个时阵的约书亚，伊几岁？60岁、60岁、60岁的长者。伊是一个60岁的长者，上帝予伊一个使命，就是带领百姓经来过这条约旦河，然后甲迦南人征战。这个使命对一个60岁的长者来讲，够简单？无简单啊！不过我相信，经历过40年久旷野的磨练，约书亚伊绝对有信心来倚靠上帝。这个时刻，上帝爱约书亚吩咐更约柜的祭司，行伫百姓的头前。约书亚记第3章15节遐讲，这个时阵正拄好是收割的日子。收割的日子，约旦河的水常常满起来到两岸，常常满出来要到2个岸边。则讲的收成的日子，就是春分的节期。太阳直射伫赤道上面，以色列的北边黑门山顶的雪，太阳爱甲照落去，所以雪就扬去啊。真大量的水流入来约旦河，流入去加利利湖，所以河水暴涨啊！伫这个时阵特别重满。上帝却是选伫这个时阵，爱以色列人来渡过约旦河。兄弟姊妹，上帝选伫这个时阵，爱以色列百姓过这条重满的河，因敢过？咱的生命当中，是毋是充满这种的挑战、甲困难？咱有可能会拄到家己无法度去面对、无法度去接受的这种的挑战、困境。有真侪生活的困境，咱还需要去突破。生命中有真侪功课爱去学习的，咱应该安怎来迎接这挑战？要甲什么人做伙去面对？还是要选择逃避？这群第2代百姓，伫因真细汉的时阵，就互家己的爸母、互阿公阿嬷抱的、揽的、爱的，创啥物？过红海。40年前，因这个细汉的时阵，伊互爸爸妈妈、互阿公阿嬷爱的、抱的、揽的，经过红海。但是40年后，我相信有可能因真侪拢袂记啊。到底40年前细汉的时阵发生啥物代志，模模糊糊。毕竟迄是40年的代志，只有顶一代的以色列人，因口印象较深刻。只有顶一代以色列人，因较知影上帝安怎来带领因。但是40年后的今仔日，上帝犹原要向伊的子民第2代百姓来显现伊的作为。约旦河的河水一直涨满，人无当涉水过河。圣经讲，讲到上帝约柜的祭司，当因脚迹踏入水，约旦河水30公里以外的一个阿东城。伫遐来停的啊，伫即个所在来停止啊，
每个老啊，形成水墙，形成一道水墙。这是一个奇迹，是一个奇观。40年进前的以色列人，就是经历过上帝和红海分开的这个奇迹新者。无论是海水也好，还是河水也好，要分开还是要阻断，拢毋是人会当做到的。伫当时的人无法当做，因无法当做，因无能力。就创造天地的主宰，咱的耶和华上帝，伊才有法度。上帝选伫这个河水暴涨的这期，显明伊的大权能，要向伊的百姓来显明，互伊的百姓知影，这位全能的主上帝，甲因相同行。河水不断咧流落来。但是却无法度来超过阿东城一条界线。咱毋知影上帝到底用什么款的方式来阻断水，但是真实在的，看会到的水就停伫阿东城，渐渐咱看会到河底，看会到大地。约书亚赶紧吩咐光约柜的祭司，徛伫河大地中间。互百姓赶紧来通过，所有的百姓拢过河了后，上帝佮叫约书亚派每一个支派派一个人出来，扛大粒石头来过这条约旦河。这12块石头代表12个支派，扛去倒，因今仔日暗时所要摘赢的所在，吉甲甲贴伫遮，指甲。将12块石头来贴伫遮，诚做上帝甲因做伙经过搬过约旦河的纪念。这12块石头，诚做以色列人永远的纪念。这是上帝恩典的纪念，是上帝百姓甲伊的百姓做伙来渡过约旦河的纪念。上帝要保护伊的子民。连中满的河水嘛爱听话阻断。设立这12块石头，还佫有另外一个重要的意义，就是要教育未来的世代，互下一代以色列的囡仔清楚知影，顶一代以色列人爸爸妈妈、阿公阿嬷是安怎来经历过上帝的带领。将信仰传承落来，一代一代传承落来。我的信仰是对阮老母、对我妈妈遐来的。阮爸爸是民间宗教的拜拜，所以我的信仰我是第5代基督徒。我真感谢阮妈妈，因为有真水的信仰，来将信仰传承给我。伫我读大学的时阵，我是读汽车修复、修理汽车的科系。我有一个心愿，有一个梦想，想要成做一流的技工，成做一个厂长，管理汽车，管理一间公司。这是我的愿望，因为我读汽车科。但是伫大学迄段时间，我伫好尾长老教会来聚会。伫迄个时阵，我的信仰的造就，我的灵命是高峰啊，是高峰。回想起来，迄时阵的高峰，我即马阁毋是。我会记得有一位新学生，台南新学院的学生来阮遮实习。伊送我一本圣经，现代中文译本。伊送我一本圣经真珍贵，我摕到这本圣经的礼物，我就逐工拢甲读啊，每一天都在读这一本圣经。有一届期末考，我的室友甲我讲：“伟力啊，你不要再读圣经了，明天要考试了，明仔载要考试啊，
你期末考阁考无好，你着要落地啊啦，去用断掉啊。伊安尼甲我讲，我即个室友，即个同学是一贯道的，但是我挡袂牢啊。我游玩，我毋知影迄个时阵，我哪会遮尔意爱上帝的话？我迄阵读的是出埃及记，上帝带领以色列百姓出埃及。我对这段这个故事当中，我去感受到我家己嘛，亲像互上帝咧带领共款。咱知影以色列百姓，伊出埃及了后，伫旷野背逆，佮想要返去埃及，上帝甲管教鞭拍，佮甲带出来，带来带去，洗真久。我就想着我家己，因为我的过去，捌因为去补习，为着功课去补习班，无要去教会找借口，无要参加团契生活。所以我伫咧流目屎啊！咧读出埃及记的时阵，我目屎一直流。为虾米主啊？你的疼遮尔深，我无能去体会。当时我无能去体会你的疼，你的管教。当我读了圣经了，我就紧准备明仔载要考试内底的内容。去当工咧考试，哇！我看到考试单顶悬的试题，我目眶阁红红啊！因为我看到试题，虽然我毋是足会晓写。但是我有印象，就我捌读过，尤其是昨打读过呢，有印象。结果出来的成绩，感谢主，我毋是考高分，我考60几分尔，60几分。咱知影大学的考试，60分，甲你考100分，拢共款，pass。我即个室友一贯道的同学，伊看到我，话你啊，你真正无简单呢。你的上帝吼，真正厉害，厉害。这是我伫我大学的时阵读册、读圣经的一个小小的见证。后来我就转变我家己的，我头讲的迄个梦想，我无爱阁做一个什物志工，一流的志工。不要了，我就要成做一个传道者，成做一个牧师，传讲上帝恩典的一个传教者。当我去做兵退伍了，我会去做兵，因为我是职业军人，职业军人，我会需要这笔钱来读新安医，因为我妈妈甲我讲，伊呾栽培我到大学尔，因为经济毋是拄啊好，所以若要继续读起哩，你爱靠家己啊，去打工赚钱。所以我就签落去做职业军人，欠一笔钱要来读新学院。当我退伍了，我无去读新学院，我无照我甲上帝约束去读新学院。我就因为互一个共体的朋友介绍入去药厂，咧食头路，伫药厂内底做一个药剂师。不要想象我是很有能力的药剂师，是咧揽混的基层的员工，基层的咧制药啊的药剂师。我伫迄间药厂内底，我的同事拢知影我是基督徒，未来嘛要成做一个牧者，因拢知影。有一届旧的年底，迄年的年底的进前，我的组长甲我讲，要赶会啊，爱加班。为你啊，你着拜六礼拜拢会当出来加班，敢会当没？我毫不犹豫的答应啊，因为我想要赚搁较侪钱的，因为我知影去读新学院，去做牧师了，袂当搁赚钱啊，袂当搁想赚钱啊，爱专心服侍主。所以我还袂入去进前，爱拼命赚较侪，因为我会惊，因为读新学院拢一直咧开钱，无收入。但是上帝为我备办的，
做兵欠的钱都有够啊，你哪会阁需要阁去趁呢？但是迄阵我阁想要阁较济，趁较济。有一摆，就是伫圣诞节的前2礼拜，就是我加班的时阵，拜六迄天拜六，我骑机车要去上班，拄啊甲一台小绿车相撞出车祸啊！因为我要赶上班，车的速度伤紧，我去弄到小绿车的右边的后照镜，我人规个拢飞出去，喷出去，倒伫咧路面。我的车嘛甩到对面的车道。等我意识恢复起来，我坐伫咧路中，我真后悔。这个时刻，我应该坐伫新航院的教室，咧听老师咧讲课啊，我哪会坐伫路中啊？哇！这是真大真大的忏悔啊！我不应该是坐伫遮啊！我想要呼吸，无法度呼吸，呼吸不能呼吸了，因为我车祸的时阵，机车弄到汽车，我机车的龙头弄到我的胸腔，瞬间压缩创伤，已经无法正常的吸气吐气。为什么？因为我呼吸，你只要吸一口气就会痛，你还敢吸吗？不敢，好像刀在割一样，很痛。所以我知影惨啊，我有可能就死伫遮。你若1分钟无法度喘气，你差不多乌有去啊。所以我足艰苦，我就一直坐伫遐，众人拢在看。我心内咧想讲，主啊，真抱歉，真歹势。我要奉献互你的，竟然我无珍惜我家己，无珍惜主你的福分，你的呼召。我煞来浪费糟蹋。迄个时阵，我想起彼得跋落去海，伊对主耶稣讲一句话，什么话？主啊，救我！这是上帝一个祈祷。主啊，你救我！我心内就安尼反话。主啊，救我！我要活下去，我要活落去。真奇妙的，我的呼吸慢慢啊恢复，但是哪会当互我小小的吸气而已，舒开尔尔，可以维持我的生命，当维持我的活命。感谢主，这个肇事者伊嘛真有疼心，叫机美的救护车紧来甲我送去病院。当我倒伫咧担架顶悬的时阵，当伫车来的时阵，我目屎一直咧流，感谢上帝，你留我的命，你互我阁会当喘气，阁有活命。当我好起来的时阵，我要辞掉头路，要专心来考神学院。这是我的生命的见证，甲大家分享。伫约书亚记第4章第9节，咱看到约书亚佮另外搬12块石头，贴伫河的中间。伊佮另外佮再搬12块石头，贴伫河的中间。头啊，迄是12个人扛一块，伊即马一个人60几岁的长者，扛12块石头贴伫约旦河的中间。上帝并无交代约书亚安尼做，圣经嘛无描写为什么约书亚要安尼做。当河水搁一摆流动的时阵，看过因所踏的地，这12块石头，敢看会到？看袂到啊！无人会知影约书亚贴遐12块石头，贴遐石头。但是这河里，这12块石头，表现出约书亚对上帝足深刻的感恩啊！因为姊妹，咱有法通想象，约书亚就是伫遮贴这石头，咱拢会当看到。我相信在场所有的人、百姓、长老，包括下一代以色列的囡仔，还有光约柜的祭司，所有在场的人，拢有咱见证约书亚伊咧贴这石头的过程。
对一个60岁长者来讲，这是足珍贵的稳定啊！这款的稳定，对于少年到伊年老，对着摩西不断精进，到伊年老，上帝稳定一直拢甲伊同在。约书亚对上帝的敬畏甲顺叹，互在场以色列人通学习的，相时嘛，互咱兄弟姊妹咱来学习，学习约书亚伊对上帝的敬畏，对上帝的顺服，学习伊对上帝的感恩。虽然河水看过这12块石头，但是看不住约书亚对上帝稳定的感恩。兄弟姊妹，当咱向咱家己的囡仔来讲起上帝作为较稳定的时阵，是咧帮助咱回想，而且搁去记住上帝的作为。咱记条条上帝伫咱生命中的困境的作为，同时嘛是互咱的囡仔借着咱来认捌上帝。当咱翻开约书亚记最后一章24章的时，迄个时阵约书亚已经几岁啊？101岁，110岁。咱中间到101岁，请举手，就国宝安尼。安阳中心阁无到101岁，上济加100几岁。101岁约书亚，伊伫即个时阵向着以色列所有的长老、领袖、中官、众百姓，简免的讲起最后要对因讲的话。约书亚将以色列的历史对亚伯拉罕开始，一直到因即马要进迦南地，遮上帝耶和华伊是安那带领以色列百姓，带领这代的百姓，安那来经历过伊的救赎。伊的宽容，我用最后24章14节到第16节，我用华语来念这一段经文。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诚心诚意侍奉他，除掉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和埃及侍奉的神明，侍奉耶和华。若你们认为侍奉耶和华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明，或是你们所住在这地亚摩利人的神明呢？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百姓回答：我决断袂弃杀耶和华，去服侍别个神。约书亚最后讲的迄句话，我相信大家咧背经文的时阵，拢有背过。论到我甲我的家，我决断要服侍耶和华。兄弟姊妹，咱来读一遍。论到我甲我的家，我决断要服侍耶和华。这句话显现出约书亚对上帝的顺叹，对于少年到老拢无偏离。我相信约书亚的囡仔，伊的厝内，伊的亲人。嘛会当受到同款的祝福，因为有这位属灵的大家长，伊坚持信仰的原则，成做大家的模范。毋知咱兄弟当中，毋知咱的厝，敢有伫迄个客厅有一块匾额，顶悬有写几字：基督是我家之主。基督是我家之主。这嘛咧提起咱这个家庭的成员，每一摆踏入门的时阵，看到这几字，就知影上帝主耶稣是咱的主，伊会看顾咱遮的人，咱的亲人，会看顾这个家，会将平安赏赐予咱。现在已经无当找到当年约书亚伫约旦河所藏的、所贴的迄12块石头，咱嘛毋知影吉家伫倒位，嘛毋知影12块石头放伫吉家遐到底是伫倒位，找袂到啊！石头找袂到，
但是无代表上帝恩典就无互以色列人伊会行行顺顺来纪念。上帝恩典甲看顾，亲像约旦河的水不断流到今仔日，亲像河水不断流到今仔日。虽然石头无去啊，但是河水悠然咧长流。主的恩典对咱出世到老，甲咱过身，拢毋捌消失过。咱一生拢伫咧经历伊的作为，一生拢有上帝恩典的记号伫我也是伫咱的心上。约旦河内底12块石头，无啥物特别的。当河水搁再度流动的时，伊其实是一块普通的石头尔定。但是，互12个人来扛起，贴伫人所看会到的所在，这12块石头就无共款啦。就正做记号的开始，上帝恩典的记号，是一个上帝甲伊子民共同来经历的记号。兄弟姊妹，恁敢有想要正做一个放伫人看会到的所在的石头呢？来正做上帝的见证。当以色列的行行顺顺，囡仔问了父母：这石头是要做什么？这些石头是什么？伊父母会甲囡仔讲：有一位上帝，伊疼你的爸爸妈妈，伊嘛疼你，伊嘛同款疼你，伊是疼咱的上帝啊！这父母甲因囡仔讲起上帝安怎救赎以色列人的故事。我相信咱真侪机会，甲咱的囡仔分享上帝的作为，甲咱的囡仔，甲因分享主伫你的心上的恩典的听，算袂了的恩典。同款，咱嘛咱甲咱的亲人、咱的朋友、咱的厝边、咱的同学的同事，来分享上帝伫你心上的作为甲恩典。我相信，透过约书亚以性命的见证，伫众百姓面前的见证，我嘛相信，兄弟姊妹，伫恁的心上有讲袂了的恩典，伫恁的心上有真侪故事通讲。什么款的故事？是你甲上帝、甲你的耶稣、甲咱的主结连的故事。望上帝的圣神引带咱继续行这条见证的路，行这条恩典的路，互咱做一个三角教人分享见证、分享上帝恩典的基督徒。同心来祈祷，哈利路亚！听从阮的上帝，阮的主耶稣，愿感谢你透过约书亚伊的性命的信仰，主啊，阮知影，阮逐时拢离开你远远。真侪时阵，阮只有想到家己的困境，无看到上帝你的作为。阮真侪时阵信心嘛真软弱，但是阮知影，阮要勇敢壮大，搁一摆来倚靠上帝你，因为你一路上拢一直咧陪伴阮，你的听，甲阮年老拢无偏离，带领阮逐人，搁一摆会当跑走这条见证上帝你恩典的道路。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的名，阿门。感谢团队的勉励，咱做伙来吟诗回应上帝的听。圣诗第282首，我心大欢喜，我的喙着吟诗。
我心大欢喜，我会吹着吟诗，请起立来吟。咱煞只要用奉献继续咱的敬拜。那你是头一遍来到阮上林教会伫外口接待处的所在，还未填写留名卡的贵宾，请你伫阮座位头前有留名卡，填写好，直接到阮收奉献的职事，互阮来你欢迎，咱即时来奉献。
听起立，咱做伙来做奉献的祈祷。万下面的本源丰盛的上帝，感谢你赏赐我满满的恩典，我愿意用阮所有的来回应你的听，也求你，互咱会当将做一个欢喜付出、甘心乐意来奉献的人。当阮献金钱做教会献工的路用，也献阮本身，互你来使用。愿你亲自来垂肯祝福，阮的祈祷拢是靠主的名来求，阿免。请坐，我来报告。请咱掀开周报第4页。本会消息，到时项特别事工。本会定伫11月初7礼拜日下午3点，伫10楼礼拜堂举行陈伟立传道师的奉立礼牧师的甲就任本教会关怀牧师受职感恩礼拜，请兄姐关心大岛参加。第2项具体关怀的部分，后一项好消息是恭喜本会会友王汉义弟兄，也就是王文钦甲叶正允伉俪的后生，要甲阮佩瑜姊妹要定伫11月初2，一礼拜六下午3点半，伫10楼礼拜堂举行结婚感恩礼拜。愿上帝祝福这对新人甲因全家。另外补充一个毋甘的消息，本会会友陈俊德兄弟，就是光良兄弟的爸爸，已经伫10月25安享主怀。要定伫11月16拜六上午10点半，伫第2殡仪馆至正一厅举行一念告别礼拜，请兄姐关心大岛，愿上帝安慰遗族。第3点是2020年的新任的团契诗班的同工，大小的家长的训练会，请咱注意来参加。另外，第5页的行政的部分，青少年事工的第3点，迄个乒乓的歌手，即个入门班的招生吼，伊的对象是写无限年纪，毋过即马经证比做4年级以上啦吼。第6页。请咱大家来参加报名参加咱的查经班，即共关的福音查经班吼，有即几个时段，请咱注意来参加，即带7堂课而已吼，请大家拢会当注意来参加。以上的报告，其他的所在，请咱家己来过目。那么请团队来欢迎来宾，甲做牧养的大岛。这是我来介绍咱新来的朋友吼，咱有一寡朋友，咱来介绍。第一位是洪承俊弟兄吼，伊是陈金泉长老的学生，嘛是咱台语班的学员吼，咱欢迎伊，请伊站起来，咱来拍手。第2位是李君正
和他的妈妈吼，嘛是陈金泉长老伊的朋友吼，咱欢迎，请伊站起来。欢迎，各位。感谢主。来第三位是这一家人吼，来楚慧丽，还有楚德清、楚徐美玲、张文忠，这一家人，来一家人，咱来拍鼓啊！欢迎咱来教会。第四位是刘昌荣，还有张志英，母女，对，刚好伫咱中间。欢迎来咱教会聚会。好，最后一位是一个姊妹刘令媛姐妹。伫楼顶吼，真欢迎咱有遮个新的朋友吼，嘛是有的朋友是咱的台语的学员吼，台语班的学员吼，真感谢。好，这是咱来为着遮个代志牧养的带导吼，牧养的带导。传道咱者为着咱新来朋友，因的灵命，为因会继续伫教会来聚会来祈祷，相信传道嘛要为着咱兄弟姊妹，咱大家的心灵会坚固，有上帝随时拢甲咱伫地，踮伫咱的心中，互咱时不时拢会当听条主的话语，互咱逐日拢会当跟对主的脚步，有灵修的生活，会当有读经。祈祷或者生活来祈祷，最后传道嘛要为着咱双人教会，咱教会未来发展，咱教会或者中职，有咱遮的牧者来祈祷，互咱伫上帝的掌权内面，互咱伫上帝的听内面，会让彼此来行这条基督的路。好，这是咱同心来祈祷。天父的主上帝，阮感谢你，因为你的听呼召阮，组织阮伫遮三角敬拜，真欢喜今仔日有遮几位的兄弟姊妹，甲阮三角来伫你的面前。主啊，求你看顾因的心灵、因的身体，互因伫教会的聚会。伫教会的课程，拢会当有真好的学习，甲信仰的造就。互主，你的听甲因同在，互因一生拢会当来认捌你。求上帝，你也来看顾阮今仔日这几位介绍写新的朋友，因的需要拢有主你来看顾。感谢主，相信嘛为着阮在座的每一位兄弟姊妹。因的心灵、因的家庭、因的事业、因的学校的功课，这一切来祈祷，求主你来掌管，你来扶持。当因若拄着困难的时阵、艰难的时阵，主啊，求你赐予因有信心、有气力，通抓条你，通继续来跑走。求上帝，你的听永远甲因伫地。阮伫软弱的时，会当想起主，你的作为，你的恩典，让阮遮兄弟姊妹会当共同伫主你的听内面，有主你的平安甲安慰。感谢主。最后，我嘛为着阮教会。阮的牧者，阮的中职同工，佮阮遮服侍
阮所有或者兄弟姊妹来祈祷，求上帝你所设立的双联教会，伫即个社区，伫即个都市，会当发光作盐，互阮伫遮聚会，毋但是伫遮聚会尔，会当行出去，甲遐无熟悉、毋捌字的人来分享见证。求上帝，你会听特别甲阮服侍遮牧者伫地，赏赐你的智慧，互阮遮所有的牧者。当阮牧者若软弱的时，求主你来扶持，你来看顾，来坚强，亲像你对约书亚讲的，勇敢壮胆，行这条牧会的道路。主，阮的种植同工，共款嘛，爱受主你来扶持帮赞。有时阵，因的冷心倒退，也是因为着时间来奔波的时，主啊，你犹原甲因伫地做伙来同工。求上帝，你来看顾阮教会一切的事工，互阮所做的一切，拢会当荣光上帝你的名。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阿门。三一金上言512首，请起立。愿咱救主耶稣基督，愿咱救主耶稣基督。伊毋是煞要请咱传道来祝祷。听头我的上帝，感谢你，因为你的听，阮伫你的面前领受真多丰盛的祝福。主，因为你的听，阮会伫遮来敬拜、学乐你。感谢主，你互阮的心心灵得到勇壮，互阮会当有主对你遐来的平安甲喜乐。当阮行出教会的大门的时，阮是充满着盼望，充满着主你的信心甲快乐的基督徒。但愿上帝，你的听，随时甲阮同在，你的安慰甲医治，甲阮众兄弟姊妹伫地。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的名，阿门。兄弟姊妹，请坐。别倒散会，愿上帝听，甲咱每一个兄弟姊妹三甲伫地。
谢。